45集咱有介绍过，这两字有共款的文字结构，是强势语言的大音字。这集是45集的番外篇，咱搁来补充研究食饭、东西放好有啥物共款的演化过程。写作安尼的食，字形上完全看袂出有食的意思。这是中文强势语言的发音硬斗来闽南语的。若会晓闽南语的人，听音辨字，勉强约会出来这字的意思是在讲食。但是讲其他方言的人，譬如广东粤语、江西赣话，因着3条线啊，食饭和甲乙丙有啥关系呢？是食饭的饭吗？一定是想半步拢想无这字的意思，是吧？咱甲时间轴刷到1000年前，放学这个词就真正常，因为放就是放伊走嘛，放牛食草嘛。东西放好，1000年前学汉语的人就感觉奇怪，这句是在讲东西放走是好事吗？思考一下，什么状况放好这个词会变正常？迄当时有一个强势语言，发音我放，意思我放，因着借用这字放，当作是安置，因为是强势语言，慢慢流行起来，变成习惯的用法，变成走精的汉语。搁过几十年啊，食饭是毋是嘛有可能变成弱势台语的正常习惯用语呢？整理一下，食饭东西放好，这只是照音字，而且是照别人的音哦。咱知影一字汉字爱包括形、音、义，这种字只照音、字形和意思斗袂起来，也就是研究这字放的字形有安置的意思，这是永远找无结果的啦，缘木求鱼的了力啦，形、义斗袂起来嘛。所以啦，严格讲，这种字毋是汉字，是平假名，有道理无？洛阳过去的2000年中间，有超过1000年毋是汉人所统治的。安尼号老话是啥物话？欢迎留言你的看法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